Hello， 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福喜來了》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今日 Rita 身邊，哇，又當到東江嘅藝術品嗬，係咪大家看嘅新花開呢？當歡喜今日要唱到節目當中嘅來賓，佢係蘇爾家，同時今日係呢國父紀念館嘅館長梁榮輝梁館長。喺節目當中，我來分享佢嘅藝術創作，來分享館長好。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國父紀念館館長梁榮輝。哇，根本嘅嗬，館長有無強嘅身份，其實我做人非常強，因為同時愛做公務人員，愛嚟做館長，愛推廣語文，俾所有嘅民眾朋友，講自家又係一個藝術家，又愛創作又當到超強為2000件嘅作品啊！嗬，當到嘅作品啊！今日啲節目當中，好好來同大家分享哦。嘅根本嘅飛哥，安尼，然後嚟到節目當中，嗬，我哋係屏東嘅歌書人。錯，係。好，講家下，其實我哋忙了2以前，你觀眾全部係講牛耕田歌嘛，牛耕嗰田嘛，我要聽你阿公落田去教你啊，倘來你細要耕嗰田。行細吼，即在我行過世嘅吼，陸下是算夠有錢啦。唔過家道中落吼，阿公啊吼，可能間財務周轉不靈吼，都田都賣起來啦。所以我行細咧，前差不多從有幾年嘅係吼，行過有錢，有幾年喺度講冇錢。我哋種田吼，讓種下來沒有收成啦，哈，仲有咧。收成起來有木谷同安尼啊，黃頭啊，吼，唔咩洗嘅吼，唔咩用翻來嚇，吼去賣吼，啊米拜吼弄安尼討債啊，討債1年吼都其他人順嘅，所以米拜安尼稻米熟起來吼，米洗嚟差唔用後收成差唔多3包吼，留半年蝕啦吼，所以佢蝕翻吼，攏搞寒暑強啦，寒暑強有啲冇？啲啊，啲吼寒暑強吼，人見蝕咧攏寒暑還可以補嘛。頭擺寒暑強都曬也好，一空來會出泡，所以我哋今日試咧吼，寒暑強嘅翻地波呀，比米高多啦，吼，所以拍慣到寒暑強，所以我哋今日都講生活幾苦。啊，有一擺吼，我同我哋阿媽，行細同阿媽細用下，因為冇錢嘛，我哋入寒暑，冇得入寒暑，可能租錢唔得啲嘛，吼，入寒暑然咧寒暑嚟起嚟吼，揾入。我要第一個冇人多嘅，啊，人會飲。啊，而家嗰種大地主吼，攏下擺都帶到空氣嘅人吼，下擺拿啲泥塊啊，黃人，啊黃到牙嘛。後來今日都規劃起啦吼，啊我阿媽講唔好吼，啊唔好佢保護啦吼，不過下擺嗌拿啲奶頭調嘢，下擺都調到鹽啦吼。我講我一種生活歷程吼，我睇你嘅生命裡面嗰種嘢嘛吼。另外我哋讀書機係。講起來吼，我哋媽冇買嘅錢，所以我哋爸爸攏係去병水，啊唔頭白天吼白天做事情，啊唔頭去병水，啊幾來咧冇東西好食，係都可能阿爸爸吼食飯吼搬廚，用廚油叫啊你搬回食吼，我同我老母鬧到嗰個食啊，我哋都拿嚟食啊，食嚟噴出來，所以嘢生命嘅過程係提講。我哋客家人員硬頸精神吼，啊！你爸都講我哋苦冇苦到死人哩，苦硬之間冇關係，吼一定要本身嚟讀書，所以我爸爸都安尼吼去見大片見親人話媽媽安尼，都梗係培養好來安尼，吼，所以古時我哋講我對媽媽同爸爸吼，我哋都貴孝順安尼。哇，非常之感人啊！吼，而且當感對你爸爸媽媽夠辛苦，咩冇苦到死嘅。個培養你哋就讀書，因為教育做得本身嘅要重點，做得反正一個家庭。個一下非常有成就。講人看人唔單止係一個有成就嘅公務員，而係一個藝術家，亦係無窮有境界。咁樣會行業藝術一條路。係講藝術一條路哦，我行細嗬，講好嚟嗬，行細寫對聯啊，寫春聯哩喎，嗰年咪疊春聯。係啊。啊，我哋阿伯啊都古書上各有名嘅書法家哈，所以嗰年喺古書上改到對聯嘅為寫，還有一啲都婚喪喜慶，你咪要疊馬疊對聯哈。啊，做神木嘅磨砂嘅有冇？磨嘅絲磨上風水，擺日嘅風水，墳墓，叫嘛有安尼嘅絲，
所以阿爸家来拢家己写东西吼，啊，嗰啲多人拢家求字啊。嗰首技巧係一個書法㗎。嘿，所以行寫都同講啊吼，寫來時啊，都刻嘅縫絲啊，刻嚟吼都你拿石頭嚟壓，我縫咗出筆之後，頭擺磨啊吼啊壓啊，所以是小朋友的工錢啊。安尼你所以係從細就耳濡目染，就受到安尼寫太師嘅熏陶，個阿爸寫嘅好，你看久嘅咩會寫咧呢？所以我看久嘅吼，以行寫就拿來數嚟寫太師吼，安尼畫，啊個結構都歸穩吼，啊加上我爸爸吼，梁澤連先生吼，伊佢有天賦，音樂吼同安尼藝術天賦都佢講吼，啊音樂彈喺邊都。出位咧，機械你吼，馬站會機，還有噴嘅乜嘅樹葉味啊，用途需要拿嚟噴狗嘢，好，所以動聲嘛會傳，啊風琴吼，嘅讀時陣嘅係吼，嘛係也會彈，所以講好來藝術嘅天分吼嘛最重要啦，所以我感覺陸卡遺傳同阿伯吼有關係啦，吼。哦，講來楊福卡算係一個書香世家，算係當有藝術性嘅。嗰一下經驗嘅人講寫詩吼，寫墨寶吼，寫墨寶吼，經驗安尼個世界以後啊吼，人講哇，做得寫到安好，個有一個特色講寫到當種花，當有意境吼，人講到底創造一樣嘅經驗嘅人講，當有一個特色嘅世界。也好講到係讀書陣嘅係吼，係讀書陣嘅係有咧陶金明老師。伊嘛，我以前呢，我以前第二代吼，我以前第二代，愛寫詩寫閘門頭吼，啊，所以人哋攏我去叫我猜哦，去演錄卡吼，去看嘅嘛，伊教人哋寫太詩吼，啊，伊教人哋寫太詩吼，唔係講我寫窗藝哦，伊講我比方，唔寫也冇窗藝，窗藝都冇誒，寫詩哦，要創一家自己的風格，所以講唔寫窗藝，唔都冇兩樣皮嘅。所以今日藝也記得都有影響佢睇，所以藝都藝，如果啊哪寫乜嘅詩咯，啊線上嘛緊寫，所以線上你寫嘅係佢重要，以前咧唔用硬筆字寫好嘅吼，用原子筆啦、鋼筆寫好嘅，如果講唔嘢分析嘅好，再用毛筆寫可能先，啊同人個性相處好嘅，有講誒唔該適合寫歐陽詢哦，適合寫乜嘅題哦，啊有啲寫詩哦，同個性冇合吼，顏真卿都寫唔係，嗱寫顏真卿都寫唔係。那像褚遂良嗰啲寫得係，啊冇埋一定好是歐陽詢吼，同埋歐體同埋歸合，都楷書嘅部分，部分。哇，講來了，規個人嘅身體就有關係咧。係啊。嗰時候我知道一本唔嘅，所以唔嘅當初有嘅安尼恩師吼，師專嘅些先生吼，本意中上，佢講嘅即重點吼，每個人就係同你嘅機體，我做一家，冇做當種卡比嘅當種先生。不過有嘅人就講啊，先生講啊，一天按用就有個框架，啊攞去考題。錯，因為嗰度人哋寫太詩哦，教先生個啲框架係哦，教開嚟按呢個框架呢，學生嘅學嗰一我都8分，啊你咧學到5分，50%而已，所以因為嗰度書法嘅先生冇教啊嗬，學生嘅寫鬼腔語跳唔出來，所以呢種書法咧講，書法臨帖也係寫嘅太詩，要有基礎，啊基礎要臨帖要花時間，基本功像蹲馬步，唱歌嘛嘛，也都講蹲馬步嘅重要，蹲馬步我們研究下歷史，比如歐陽詢歐陽詢嘅歷史同風格嚟綜合到一啲，研究嘛嘅深入研究，隸書嘛重要，行書嘛重要。啊，亦就草書嘛重要，篆書嘛重要。你研究嘅係研究嘅字體嘅，研究嘅時代嘅，唔樣就像楷書嘅就嗬，唔樣嘅從嘅書法家要去接觸係嚟嘅，唔接觸係嚟，也先進，我臨摹啊佢唱，佢唱咧，滿詩人在唱，佢唱你要融合其他題，所以詩人只有寫一題，64000法門哈，佛學講咧，一個法門進去全部破掉。啊，所以我寫歐陽詢寫入去嘅，我融合其他題，佢編幾條題嘛，要2樣題，有2題。哦，
哦，原来爱拿所有的东西吸收以后，变到一家就是你要写一家的风格，所以爱人讲图书当中要做好每老佢吸收以后，张做的变做一家哈。第下个当中会强调你嘅飞哥量体飞哥哈，来同大家分享到底佢用来创作出行出一家嘅路。在到夫妻來咧 ，Rita 今日喺節目當中，我訪問到係國父紀念館嘅館長梁永輝館長，同時佢係你台灣當台非常重要嘅數年家，再次來歡迎。朱經理好哈。係，剛頭前anh講到吼，細時節吼，實在真係辛苦吼，咁個打拼，讀書個當好學。讀書專變做先生個投入人嘅公務嘅職務，嗰一下要按到嘅創作，大家看到你，知道你唔像一般嘅公務人嘅，你真嘅係一個藝術家。我想吼，也事情吼，嘛自己打拼啦，所以來假日吼，假日啊，我攏創作到7個小時或8個小時啦。你就係冇休假嘅人啊？錯啦，後擺吼，按不得吼，水木誒，上嚟講，有安尼衝創嘅意志啊，都打好個寫，所以我只係同佢生意講啊，我水木嘅行咧寫啊，我空創你係寫，你到底有水木冇？第二是你人個享受啦，所以講我也問講，而創作嘅過程哦，一定愛讀書啦，愛研究啦，所以我同書油畫也根基線條，書法都線條跟結構美學所以也書法用啊好呢，書油畫的基礎改文，篆隸形態從來也研究，研究下字體結構，研究後呢，我突破到書無畫，因為你書油畫還是有框架嘛，你那個書啊字體是線條跟字體只是我們創作元素的一個要素之一。就抹漢字是一個無界的狀態，字體都無界，無界的話無法無天。無法無天話亂龍八根呢？沒有天，沒有地，人天地同嘛，天地人三才，某天某地，人同而融合。所以創作過程呢，尊天敬地，人要跟萬物有情，從萬物有情才能夠有能量。所以你頭擺有講嘛，思古思心，思自然，無義無相。也總如講啊，天地人三才，人天地同哈，愛同融合，愛和諧，愛慈悲，也種啊。尊天敬地，那你這樣之後，你的作品呢就跳到書法到無界。所以我書法呢，同傳統的書油法，從白鐵裡呢變成兩體啊，你哈我有行運，所以我看到作品的行運哈，行運也如果像也這個串的糖葫蘆，也有中間的中間的中哈，該串起來嘅，用水墨深啊那淡的，後來深的畫出來。都行死啊！看到糖葫蘆紅紅啊，無錢好買啊，流口水啊！小眼睛挖落舌頭這叫串的糖葫蘆這行運。所以講後邊講啊，像我線條美學都耐那種設計師筆畫固定也挖個多，所以來作品也線條挖個功力，挖個多變挖中環。所以也如果一個線條我有行運，有音樂的美感，要有節奏。又有力拖，又要軟，又要 Q。冇創作，冇節奏體，伊個作品底部係線條底部，伊線條是實嘅，是硬嘅。錯。係，所以我行寫是音樂實驗班咧，都考目前嘅行。難怪唔家下講話當唱喺土音樂嘅人啊嘛，有節奏咩？節奏，所以同呼吸節奏嘛嘅唔冇用我都唔好，所以功力，所以嘢論啊，叫做行運，蛻變咧會變得有顏色，蛻變就會創新，會創新。好，蛻變嘅時候就，它從書油畫推到書畫用一種，好，蛻變係點樣咧？都繽紛，古意屏東展覽見到繽紛，研究西方的藝術史，用一種處理，研究特色融合，按咁嘅節制，把研究起來，把畫個太啊、西啊，用嘅結構美學去採嘅最美度無界，無法無天。抽象，所以嘢都有啲順序，有個脈絡嘅。冇吼，你研究冇論述冇評論，講唔出來一套論述，一套創作的理論吼，我
我本写出这些攻击。哦，攻击感没有乱听咩？嘿，我觉得站得很稳。啊，因为有去深入嘅研究啦，哈。當初家講到東方同西方、中西的合璧啊，哈，其實有動態項目，因為人講夏泰斯，好夏摩比斯也係東方嘅事情，跟西方人哋研究，我可以來就係佢嘅他的這個藝術，他的畫。好，我們當初有看到啊，你懂跳嘅色彩，可能有一些可能是抽象派嘅東西，也講老去拆解嘅東西。個性上很用嘅同曾經兩個夾強下，而變成一個兩體，共一個創新。也好研究西方藝術史。我在研究西方藝術史嘅，像米羅也大展喺歷史博物館展出嘅，我喺總統紀念堂做副處長，我有個看哈，我研究米羅的一生，那發現到乜咁子？也黑色線條會多，一直用符號組合以表示。也黑色線條都到日本的書法嘛，睇到過來嘅，好啊，一路學書法同學啊啲殘雪，莫內嘛到日本去，伊嘛胡適會，你看好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莫內公園看到也有胡適會收藏，啊，畢卡索，好，還有蒙特里安結構的美學，方塊嘅的，那熊啊，我都在研究嘛。研究的還有人來融合，他們既然研究我們東方，我們為什麼研究西方？那就融合起來就破字解字，拿來做處理，那就變成現在目前我的風格，很獨特性。有，我看嘅那個領巾哈。有蒙特里安的切割，夠有畢卡索按那個抽象的符號，做起厲害。因為做動身器啊，因為剛才他們講係知道，原來藝術創作唔係單槍，他講要做動到書，當從要當一練天叫動到嘅氣味，這樣做的本人用熱情做的技術來研究。啊，因為書法吼，我講各位資深的書法家，我欣賞老師輩嚟講啊，寫嘅書法功力真係好，研究專利性嘅人幾好。啊，結果寫攏安尼古文啊，歸齊嘛，啊，種人間哈，種蘿蔔香啊，鄉里太遠。我老師，你要寫天書，能不能降到人間？我們藝術創造到人間，要結合在一起，它東西融合。他剛開始是不接受的，後來我進到蛻變同啊啲繽紛的一學到，來文創上面好給他拿一筆，全部接受，所以已經把它接受西方的知識啊，一般雙擺展覽哈，有幾種嘛，有變化。有唔係同人通用啊？你做咩啦？哦，而家講到嘅係打破傳統，因為我哋講傳統總係有幾好嘅東西，嚟留下來發揚光大。嗰個有得嘅東西，你做得加入新嘅創意，攞佢變成一下。所以講嘢嗬，我哋嚟寫詩，都無色咧嗬，也可能講冇寫，呢種彩色咧嗬，西方會接受，而且可以生活化，而且呢種都歸中央嗬。所以講啊，嘢就講。既然西方接受我們東方，而且貢獻現代啦，東方的、西方的油畫、西方的蒙特里安，他們怎麼商業化，怎麼變成建築，怎麼經紀人也讓我下，因為藝術經紀都有嘛哈。做得容易人嘅想法啦。有咩想法？啊，所以也對我來講啊，人哋價錢都幾高。啊，下台戲哦，你要到歐美接受度冇啦，我上蘇富比同富士比都冇雙位。呀，做得幾少努力，我看到呀，像欣賞出圖人來介紹一下，比如講，看到呀都按到嘅作品，啊，從我做書片也不開始好誒。也寫了旭德哈，旭德寫兩邊，啊，寫嘢時間，我查出旭有沒有？哦，除夕嘅旭哈，用一下，查出甲骨文同篆文書同經文，查出來綜合呀演變的詩哈，係咧德嘛係研究係咧呢。圖中會改變化，拉長、拉短、變大、變小，啊，塗上顏色。嗰個也係篆體，也西周經文跟篆書會結合。哦，要結合強下。結合強下，所以都怪奇妙啊！啊，加上蒙特里安的顏色，蒙特里安切割都是沒有圓形的，它是長方形跟正方形。啊，顏色它3到5種顏色。那啲字體它切割起來拉開嘅的話，可以切千變萬化的。所以因為千變萬化嘛，切來，要變梁式切割，就是啊，所以研究色彩啊，空間美學嘢都變得安尼，所以它無所不在，冇限制啊，超想象嘅空間啦，係啊，嗰自己我知道自己流派嗬，本當人做的加入自家嘅想象。留白是藝術創作很高的境界，所以留白哈，在我們藝術創作裏面是最難的。你要留得嘟嘟好呢？留得嘟嘟好呢，花爸爸媽媽冇呢。
人生嘛你啊哈，持盈保泰，就满了不见得是好，好，所以人要谦虚，哦，要非常的这个里面都是虚怀若谷，你嗰种心情想讲接受，那些打出去啊，对吧？嘿，哇，嗰個還有看到現場吼，像 Rita 彭順也播，也係花嘅合詩，唔過呢也花中有詩，詩中有花。所以也都唔講錯嘅啦，哈，字中有字，字中有畫，畫中有字。那畫中有什麼？有境界。我們用這個顏色墨韻哈來做成造的一個境界，也好家鄉啦。那能創作一點的家鄉哈，來古書哈，歸墟哈，來每一歸墟歸來，來創作呢個牆哈。佢也愛用寫也用水墨，用水哈淡墨濃墨，用筆哈去畫那日頭，都太湖山的山哈，大湖山的太陽出來嘅。當空也出喺太湖山嘅，日頭出來。從我寫那種經書，因為我長久在研究經書嘛，所以我寫也包括的是華嚴經，好華嚴經啊，所以經書祈求哈整個大地哦日升大地之後帶來溫暖，啊，它剛好會平穩。哇，講起來家鄉也個土地本身嘅力量同養分嗬非常嘅重要嗬。等下到陣來嗬，繼續來談觀眾嗬，佢來分享佢一生嘅嗬。孜孜不倦哈，見得神忙哈，創作韓國創作要動到動神奇嘅素材哦，等下同大家分享哦。大家繼續進入歡喜來嚟見半日啦！呢個附近人講解觀眾，呢嘅數日家梁永輝觀眾來到節目當中嗬，來分享佢嘅作品，佢嘅程度對書法、對藝術嘅研究嗬，我當上來請教觀眾嗬，請教觀眾嗬，人講創作係一件非常歡喜，也一個需要熱情、需要毅力跟耐力嘅事情。跟那種好奇，很平時不是按摩汗哦。給你創作的時間，有耐得進入創作的這個程序嘛？嗰磨汗，有個磨汗嘛創作，觀察嗰磨汗嘛，創作都修有沒有點輕下放鬆哦，面對自己，哪怕把公務哈繁雜，佢也都沉浸在自己嘅都忘我，買啲情緒嘅發洩啊，好冇？一啲情緒嘅抒發啊，好所以講，創作佢也都開始靜坐。佢當然要先靜坐。佢有個儀式，你有個創作儀式係嘛？沒，就你靜坐啊，聽音樂，調自己的止息觀，呼吸，然後調。彈埋音樂。彈幾多哦，八音嘛彈哦。八音嘛彈。古典音樂嘛彈哦。佛教的音樂嘛彈。給我節奏都放鬆誒，同節奏放鬆誒。就跳啊，後邊起哄來跳舞。有冇跳舞啊？跳舞啊，係啊，都愛跳這個舞咯啊，這個不放鬆啊，係啊。你跳舞起來跳的吼，來起來都講底下講會寫詩嘅。哦，就唔會唱嘅。都唔會唱嘅，都佢都放鬆嘛，會忘我，所以你一把一給佢創作，我都底個會寫嘛嘅。所以作品呢，係幾受失敗，心情冇準備好，心情冇放鬆，還有雜念，冇同變，一同變同一下，已經冇好嘅作品。哦，所以我都講啊，我心都會別都會心。我心嘛係闊，筆都會闊，所以我作品差不多2000件作品喺創作嘅過程裡邊，我冇有一種是來有酒精成分底部去寫，冇一種，完全就係當表強說，佢其實個傾向，所以寫喺度經書，抱歉寫唔得哪啲，有飲酒嗬，有酒咪寫寫唔得，所以我要應酬我都不動筆，哦，也都一啲。對藝術創作者尊重，創作都忘我，忘我啦，不衝狗位啦，錯冇？都忘我啊，都總會物我兩忘，才會創造出好的作品。如果你還有自己，也很執着，嘿嘞，絕對寫不了好的作品。你就做唔得。我要寫好，筆越握越死啊！你就有壓力。錯，冇時嘅壓力，唔過我又唔做公務員有時嘅壓力，只有選擇寫太時嘅，寫一般我師範去上班嘅。
是从哪里？不怪辛苦矛盾，因为艺术行政同艺术创作吼是矛盾的，冲突的，冲突啦哈，冲突啊，所以他不过想就讲啊，没有关系，那就可以离开公务机关吼，来好好创作。有得上亚的问题哦。有咧，但是国际展览系咧吼，样个规划欧洲展览同美国展览咧，规划好样个规划好样个上。唔过亚洲唔得啊，因为亚個附近啱講規劃都動好，去攀動到嘅跨界嘅發展吼，好想人嘅技術同埋技術做下去，對民眾來講也係人有福氣啊。呢種係同時同埋大片方來啦。啊，本個團隊種上鼓勵。係。嗰有家下吼，你講到創作嘅時節會彈音樂啊，不時還會唱歌跳舞吼，通過有一首歌曲吼，現場做嚟唱兩句係嘛。120係是講行勢各種都出去讀書嘅啦，去讀時陣啦，推動時陣，推動係體育科啊，即係書香嘅嘛，我哋時下嘅全國大專有名嘛，都係要分化啦，都台北演。南部去做嘅。後來讀師大教育系，所以120係都國語好唱啊。你唱起來要睇唔晒嘅。高聲咧，敢唔敢唱？嚟，本嚟。跟送一下。春去秋來，歲月如流，油紙上漂泊。回憶兒時，家居細細，光景晚露作。是的啦哈。哎呦，男中音。難做咯，錯路嚟邊難做，起風嚟邊難教音。哎呦，真嘅，聽人哋唱，其實我錯有些感動誒，因為我講我錯，無論係家鄉土地滋養，也係講你本身打拼嘅過程吼，真係人一下看到嘅遠飛高，吼，真嘅，因為安尼有同到嘅立場吼，可能講出來，大家無法度感覺到以前嘅苦，不過也看到你按光彩。看到人家作品按有色彩，睇下這當好奇吼。各位家講讀書讀按到吼，我哋講有一部作品吼，畫動到嘅書。好，這個作品啊，啲都就會講哇，以前讀按到嘅書，讀到哪去呢？讀啲新觀度，同睇下介紹一下有啲作品。也有痛恨的書啦，讀不完的書哈。啊，依個用我按你寫，如果我行勢啊，讀書嘛吼，聯考。好，這麼辛苦呢？讀書讀個吼，讀個紅豆本，讀個一個就白起啦。用誒，嗱讀聽啊，我記嘅。白個聯考嘛，吼，讀到看你嘅作答項，人見有生意嘅，生意要拼聯考，為了未來買讀書，書紅豆，佢書按你寫好背哦，來看佢好背哦，按你寫了，佢人哋好背嘅，人哋好背啊，都破家碎木嘅啊，所以佢。讀不完的書，就膝蓋邊啊拉平哈，把個蛻變哈，把隸書篆書組合拉平。所以一路人生的過程，也懷念人哋沙飛就聯考，佢重要通門的書，人生呢唔係讀課本題本書，要讀課外書，嘛要讀人生有用的書。所以一批人要閱讀，要讀書，所以我都寫這一個叫讀不完的書，我一輩子都讀不完。小孩子讀不完，大家讀不完，還要看有用的書啊！講來吼，有啲當初有啲辛苦，不過係當幸福嘅。你做啲有機會吼，不是嘅做學問啊吼，各位容易當嘅人是創作地位，或者你係一個當不教嘅人，唔單止讀書當不教哦。他搞到邊學邊乖啦。邊學邊乖。你就懂吼，因為創作嘅時間講，唔係單槍毛筆拿定天天，你係咪拿乜嘅木蓋啦，乜嘅當初冇叫我睇細嘅東西，木卡嘅東西，全部變做唔嘅創作嘅靈感啊。萬物哈，對萬物有情，萬物都是美的。不足以看我每個都美，包括動物、植物，中國美學，你就會吸收進來。你看人也一樣。高矮胖瘦，黃文燕說都是美的，都有給提醒。說也種按照天眼跟慧眼去看世界，咱唔敢講啊你啦，用慧眼看世界哈，都卡嘅東西要實體用，所以我都卡乜嘅
锅盖啦吼，温公啦，洗温公啦，比喻啦吼，啊用啊你嘛个用啊你煮饭的个锅盖啦，俺中国都拿来花，拿来用，一眼看一给你花，啊花了个后边油顺起油漆吼。用诶，那用来食唔知啊，伊爱冇解讲啊吼，半夜用啊，就想講啊用啊個我嗰樣要冇射咧，你用冇射槍，冇嘅，係咪射唔槍？啊，一種創作咯，啊你畫眼前，你畫個啊你塑膠紙當空，啊再塗顏色，再覆蓋，再改，再印啊，所以它也沒啊你畫還有沒有？它是用在塑膠袋上畫一個油性筆畫個圓圈，把它畫一個圓圈。用推安尼。用毛筆上面那個痕跡用完之後覆蓋在宣紙上，好，覆蓋宣紙上呢，你要太亮細亮唄，所以你不要四方面來摘來摘去，用起來哈，用起來底部還要查給寫一，我說可以寫起8大人絕經，會查每一個字的寫法，從篆書同經文。用的一則詩吼，上好冇共用。你的作品底部吼，一則詩共用的詩冇寫共用。哇，你真無限呢！啊你吼，啊用我查出來詩的吼，你要開始寫。啊寫呢，四面八方寫，唔要七寫哦。哇！啊你要畫龍長轉啦，寫下來吼，有骨都通的呀，還會塗上顏色，不點啦。啊厲害！嗰個亞布圖哈，亞布作品哈，係每一個構圖它是零死角的。好，每一個構圖就都會看。錯。啊說錄卡嗰度，唔要從寫開始，你拓的也可以。好。啊菜瓜布還把拿來用。好。我都宣紙拿來塗。很好教，你真係懂得教呢。啊，不拓印，乜嘅吼，乜嘅嗰度啦，還有乜嘅，給人呢空筆的呀，也一種做金吼，馬戲的。印啊，要動到嘅方式，要動到嘅工具啦，嚇，動到嘅材料啊，嚇，當然睇下有好奇嗬，我咪上去嚟看展覽，看按到嘅作品嗬，要展覽嘅計劃係嘛？啊，明年會出新嘅書？要麼出9本書嘅嘛，啊，明年哈，第10本書係嘛？第10本書，1月8號喺喜台灣母校德全畫廊，係 AB 廳展覽，好，70本。哇！一定要去看，嗰個咩計劃嚇？去歐洲去美國去做展覽係嘛？錯啊！哇！非常嘅期待哦！啊，今日節目當中，大家看到一道安裝嘅那個文創嘅商品，也係非賣品哈，拍攝哦。不過大家都嚟到展覽嘅現場看你嘅觀眾新嘅作品，嗰個係講有展覽後，每一場都會去看，因為每一場都係無共用嘅東西，按你樣神奇，因為佢係一個等於創意動好高嘅人嘛哈。今日非常感謝觀眾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，安子生，感謝，啊，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來收看今本日嘅福氣來咧，有請大家等下聽聽欣賞來做運動哦，希望大家爭來了。